有机农业业多年来去实行咯，想要做有机农业，要过坚持硬长，能有效维持品质稳定。是3年前，郑国旗标协喺台北建筑事务所的头路，同也在乡下贵故乡花莲玉里，接拍卢卡能开始嘅有机米产业。郑国旗嘅做法规模强用，以推有机观念，对世界田区嘅延伸到社区经营，以说服当地农民乡下加入有机米生产，以这个负责产销班对头稻米一系列的完整管理，还同当地嘅小学合作，本身人呢每礼拜都有一堂参加耕种嘅课程，认识有机农业。礼拜前发个小猫奖，小朋友来量成长进度，到天空打赤脚、拿电车、古电详细记录。一条小朋友对自家亲手种嘅植物，知道心识如何教。18.2，不是，你就记住了.2吗？花莲玉里落下国小有机学校课程已经进入第3年。3年来，每礼拜拢有2点鐘叫，雖然是在設置來做農事，一參見種嘅係小麥，都歡喜迎接生涯了後，金比而熱配。後面那2排有沒有？泥土黑黑的地方有嗎？有沒有看到那個長得很漂亮？就是因為那一邊是有一些有機肥，所以它長得很好。哦，所以今天我們要把你們種下去的小麥，給它施肥。那如果會就開始動作啦。看，終於通傻。對。對有條小朋友來講，你係第2熱配，兩係無法度這個當轉，改在要當天農民都全項教。你的太少了，多一點點，這樣子來沒關係。哦。太多了啦，這個太多了。好，來撒前面這樣子撒，知道嗎？就這樣子，就這樣子，散散的。用一些各種動物的排泄物做的肥料，可以讓這些小麥長得比較快，會有那一種榮譽感吧，就是因為是我們自己種的小麥啊，然後看着它們長大之後，會有覺得收穫的心情。有機的栽種觀念可以讓孩子們帶來，就是說保護環境，然後用最天然、用最自然的資源給農作物栽培，那避免說使用一些會破壞環境的一些藥劑，那也是讓孩子們知道說我們的環境如何愛護，學習如何保護我們的家鄉。像這個哈，盡量肥料不要靠在那個麥苗的身上，不然它肥料下雨哈，它給水分解的時候會傷害它，所以在旁邊它就吸收得到。有機學校課程漸漸嘅推銷，係兩位當地嘅有機民農鄭國旗，佢係有機農業嘅忠實信徒同徹底執行者。有幾年，佢同推廣嘅理念延伸到小朋友，希望有機農業是在對下一代嘅教育做起。可能佢係咪睇咧，佢就出現落嚟咧，但是吼，佢心腦袋裡面哈，心中裡面就是都會有這個有機農業這個記憶存在哈，那是感到把這個理念從小向下扎根，種田哈，種農作物哈，弄為彎腰嘛，都要彎腰嘛，那不該等學會尊重土地、感恩父母的理念這樣子。鄭國旗當禮拜回到小學做2點鐘嘅有機課程先生，平常時佢係有機米產銷班嘅班長。20米嘅班員耕種80公頃，當年生產大約500公噸嘅米，農由鄭國旗負責前、中、後嘅品管。投資米長粒片，仲有流暢當鹽條，
品相时除了无相关嘅人是唔得入来之外，机械嘅使用同包装拢有一套标准程序。像包装人员同专业嘅是，必须到专门隔离嘅空间地板，喊到做无菌衫，为嘅就会避免同产品侵昧，因为遇到细细嘅毛注意造成污染。大块都无简单建立嘅有机米品牌。伫遐配角机，配角嘅割膜机全部拢专用的专用只用1点半年都得用，其他人都唔得用。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是很严谨在处理那包含到艾米底下包装的这个过程那点动量又对外来的污染去影响到那个米的品质啊。13年来，对特普嘅坚持唔让步，整个期有机米产销班嘅品质将是得维持稳定。不过有好品质，也要有通路将是得，所以整个期同朋友下来兼做业务员，同产销班嘅米推广出去。有机在13年前根本就不流行，而且不知道。然后那时候东西的品质，因为技术不好嘛，品质不好，然后人家都会怀疑说，这样子这么丑的东西，你们要卖这样的钱，对啊。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去推广有机，所以只要有机会可以展售，对啊，我小孩子背走就去了。真钱我电动一包一包伊亲人来买亲那本店面本去看拜托去买安尼的米嘛要参加政府办的展售会农民种了有机的东西比较好突破较好来处理但是你要买马上伊卖推消费者伊卖推你还卖推实体机那个更重要了。整个期大量产销班种有机米，要求嘅系流畅100%自家操作，所以配也天出爱自家生产。做有机农业配料是最重要的配料那来源冇安全，佢就会影响到安尼有机农业嘅完整性啦所以咱得嘛坚持讲配料自家做最好的东西不然你有机农业的农民来吃。那系配嘅来源，整个期也要坚持，除了充实厂里，也爱环保。是用发电推动提起乡牛的该牛粪会系嗰啲主要原料我加上安尼发电推动就当到个农行、稻米行，去夹强下。了这区域的东西来用，安尼唔是讲千里迢迢伫四浦运原料落来发电推动，安尼当地的当地的资材农牧的这个资材都做在循环再利用安样所以安样嘛系做到一种所谓低碳减少那种运输里程。配料莫喷，可是天你莫喷到夹天你就会啦，喷到半夜马公呀，天当要喷到。坚持系整个期产销班人员嘅重要准则。就拿机械部分来讲，只有自家嘅班员是得用，冇可能同其他传统农法嘅农民共下用。也虽然算系基本常识，不过必须彻底做到。甚至出机前，机械上报嘅呢也要清清理。你哋拢系避免污染，天出爱做解。政府应该都种有机的爱较强调的种个有奶有车道个有农药个奶嘛个非有机田污染污染你清体去，全部抢落，你大田都安全，迄样个意思啦。唔会带到个有其他的感染都冚唪唥各个省都感染到，我哋有機都快槍槍嘅呀。16年来，
整个期直接会同其他农民共下头田行作业，除了教农机使用，更加重要嘅系推广有机农法。先前故乡粮只有阿爸头种有机米，13年前整个期将故乡了后，因为有机农法系一个良心事业，值得推广。所以就算将棋谱，佢今天無論面試同參加人員農外抗體，前方片嘅就會對當地嘅農民來做。當時問30歲嘅後生人，直接問你傾向農民，唔過也讀到當多困難。是咧都時態吼，就應該去到卡翻路吼，翻路講袂上錯啊吼，產量莫夠啦吼。会担心这样子的问題啦，吼，所以我哋嘛因落去游說吼，都因鼓勵佢來做吼，我哋靠我哋產銷班啲記者後生嘅吼，嚟陳述，佢若身體卡冇法度做都出力嘅吼，我哋落去陳述，落去陳媒批吼，咁樣吼大家合作啦，吼，長到兩隻產銷班面積咁樣做起來。買殺草劑買唔得，配料買唔得，都買有機配佢你冇像化學配咁強啊！我剃頭要較重，成本較重，都較麻煩嘅啊！錯又多啊！有機嘅產量唔會較高啦，但是唔會較高，價錢又較好調嘅啦。哦，價錢比一般嘅谷嘅價錢又較好啊！誒，補數要補高啦。係啦，補來補去啦，所以咩差唔多嘅啦。山下啊，整個期將故鄉種有機米已經進入第14年。本來到台北已經建築事務所做事，當時因為屋卡愛收腳，整個期就同朋友將當用力，向下接下屋卡嘅有機農業。伊家下就愛把得到吼，就是天的上水都看冇法度做，就事情都做到咧吼，是愛把是當有信用嘅人啦吼，佢都交代講，你後背出不合符嘅個米吼，都處理好咁樣啦吼。所以佢家對住佢冇法度做事吼，我就到上市平台吼，都決定都轉到種下咁樣啦。種有機米吼是真艱苦啦，吼，真辛苦一種嘗試。不過呢，為了將來嘅想法，吼人嘅身體嘅健康，使得人嘅安全，種嘅人要憑良心去種，所以呢，我們就說。都按人來種，我們也得百姓呢，消費者呢，才能夠得到健康的一個食品。我們堅持要做這件事，但是要把它做到好，然後這個過程就很掙扎，因為其實講白一點，就是其實孩子一直在賠錢啊。有機它帶來的給我的感覺啦，就是生生不息，其實真的。然後我覺得做有機是一個未來很有遠景的一個事業，而且它是良心事業。洗米要顺，对啊，顺时钟，还不要动它，还不要动它，水满一点。以前我们在那个粮食局那个，他洗米都叫我们去洗，他和我们讲顺时钟。這2年，整個期同本樣和串聯社區媽媽，本件同農事及行家下經營餐廳，其實係用主文唔係當然開店，店行嘅餐店，鋪人用嘅係產銷班生產嘅有機米。呢啲媽媽係提供自家休假嘅同用有機農法種嘅青菜。现在工作很少嘛，很少出去工作，所以有一个餐厅，大家聚在这里也比较好，生活比较有那个动力，比较好，比较说怎么讲，会无聊啦。挨到搭沙果樹，你住nhà cái挨住挨cái，等下炒菜揾人煮，挨到做條嘅上些緊做啊。挨到無議無論啦，做唔定有議論吼，都無法度做落去嘅啦。滿出來了。手拿，手一下。滿了嘞，就趕快抽。不行，
要写的。你看这样就才跑出来一点点，对不对？对啊。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有没有还是会把事情完成，只是脸很臭而已。然后但是讲完就好了，然后就会在下一次的时候再做调整。比如说他说不要煎那么久，可是真的煎太久真的不好吃，那下次他就会放慢一点点这样。你2年嗰陣就開始做間有機學校，學生嘅來當做學生嘛，20分包就拜託家陣去做，而家就而家跟你建議講，而家要按好嘅順序很係做一隻春湯起來，做一隻春湯起來，下半夜黑來做啲啲東方啲食飯就要會所，今日東方而研政府嘅騰書，盡力做下啦，做嘅啊，然後盡力起來。咱用什麼？你還來煮湯沒？哦，先煮湯，兩個係嗎？兩日下晝，餐廳做下貼貼無限，因為暗夜有參訪團而來東風做客，同時熱喺呢度，所以整個期貼起來看下那前途。有机农业它不单单是一个农业的代名词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的改变是真正态度的改变，从地方开始那才是真正要去做的事情那不再是什么农药，我觉得不应该是农药残留去决定它是不是有机了应该是从整个态度和生活的改变去完成它。有人客來。整個期當歡喜分享歷多年來自家推廣有機嘅理念同過程，更加希望人客離開呢片，有鄉民也是得實際支持。農田係整個期關切理想嘅信仰場，呢下也兼做理想嘅期，和積極打造有機社區，愛本東風有機村，變種玉里，甚至係花蓮縣新嘅代名詞。也如係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台東對日本書嘅戲事旅遊總價比嘅，唔過價比產業喺台東團起嚟20年，20多年來，能有農民嘅代表而提重新發展起來。下禮拜陸向下嚟看台東嘅價比故事，我哋再會。